日前下班后倒摆返去厝，被啉酒开车弄到的护理师，经过21天的抢救，因为病情并无好转，所以家属21号上午决定拔管。对着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的捐款甲帮忙，家属也表达万分的感谢。因为妹妹现在也已经等于说离开了这样，那所以就是外界，我们感谢外界很多跟我们不认识的人，他们愿意给我们温暖跟关心，我们都很感谢。那因为妹妹现在也已经不在了，所以外界的爱心就也可以不用再继续了。这样，会中护理师的妈妈也呼吁政府应该要重视啉酒开车的问题，莫让这种代志一再来发生。我只是希望说，喝酒的人真的不要再上路了，这样子真的会造成很多家庭的不幸。还是要呼吁政府说，对于酒驾的问题，刑责可不可以再罚重一点？要不然，他们好像都不怕啊，顶多是罚钱的部分而已。他们等于就不痛不痒，伤害的都是别人。会后家属甲病院的同事也意向这位护理师道别，并由着家属将伊带转去规定的厝园当中，也希望这种憾事莫一再搁发生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